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宗喀巴大师圆寂605周年祈愿法会；中国非法拘禁20余名藏人，村长贡布朗杰被殴打致死；司政边巴次仁圆满结束对美国的访问行程。议长康波索南丹培致函祝贺台湾新任劳动部长洪胜汉。英国上议院对西藏真实历史地位的系统性抹杀表示关切。印度议员塔皮尔高在国会中就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发表讲话。西藏人民议会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制裁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和维吾尔人权团体。驻澳洲代表伽马桑格致函悼念澳大利亚前部长凯文·安德鲁斯逝世。驻日本代表阿若亚博士会见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小组新任主席和秘书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12月25号下午，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出席了藏传佛教格鲁传承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圆寂605周年纪念日祈愿法会。当达赖喇嘛尊者乘坐高尔夫球车抵达勤宫大门时，手持藏香和哈达的信众在慎重吹奏的法号声中迎接尊者前往大乘法院的主殿。随后，达赖喇嘛尊者在随侍的陪同下步入电梯，然后绕行大乘法院前往主殿。法会以诵读三序祈祷文开始，随后念诵上师供养文、供养曼陀罗等经文。最后，与会僧俗信众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带领下诵读了宗喀巴大师祈请文。当天恰逢西方的圣诞节，3500多名各方信众和游客参加了法会。此外，据西藏境内传出的消息，中国政府于今年5月在西藏安多国洛的达日县红克尔乡非法拘禁了20多名藏人，并在拘留期间多次使用电刑将一名叫做贡布朗杰的藏人村长严刑拷打致死。在今年5月，由于堪布丹巴达吉领导的藏语推广组织在果洛地区广泛开展纯净母语运动，当地警方随即逮捕了20多名藏人，其中堪布丹巴达吉和村长贡布朗杰被强行带至果洛州进行审讯。在过去的7个多月里，村长贡布朗杰由于在拘留期间遭到严刑拷打和遭受非人折磨，导致身体状况极度恶化后被当局提前释放，但在获释后的第3天，12月18号不幸身亡。据消息人士指出，在达日县察郎寺火葬场准备火化已故村长贡布朗杰的遗体时，他的亲友发现遗体布满伤痕，许多内脏器官皆因电刑而被烧毁。另外一名遭拘捕的堪布丹巴达杰是果洛州受人尊敬的上师，同时也是拉荣5名佛学院创办人堪布吉梅彭措亲密的法友。多年来，堪布丹巴达吉在当地领导着一个保护藏语的组织，并开展了多次防止母语消逝的运动，在当地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还经常前往西藏的游牧区开展保护藏语和动物的运动。由于不符合中国政府的观点，当局于今年5月诱骗他到达日县参加会议，随后强行将他逮捕，并带至果洛州进行审讯。在中国政府所谓的中华民族统一意识框架或政策下，包括对堪布丹巴达杰和村长贡布朗杰逮捕和折磨致死，都是其邪恶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以危害国家安全或分裂主义的不公正指控，迫害具有影响力的藏人，消除藏人对共产党政权的抵抗。
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二12月24号在美国旧金山展开一系列访问行程后，圆满结束了此次对美国各地为期19天的访问行程。上周二12月17号，司政在圣达菲向当地藏人民众发表讲话，强调了积极推动西藏自由事业和加强内部团结的重要性。12月18号，司政在盐湖城与当地藏人青年举行了互动会议，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游说及宣传西藏活动，并向与会青年推荐了荷兰著名法学家迈克尔·范沃尔特教授撰写的《西藏简报2020》和香港城市大学前教授刘汉成撰写的《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一部分》2本重要书籍。12月19号，司政与波特兰藏人社区的民众进行了交流，并参观了当地的周末藏语学校，并在相关活动上向数名藏人青年颁发了享有盛誉的总统志愿服务奖，表彰他们在志愿服务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上周六12月21号，司政边巴次仁抵达旧金山国际机场，受到当地藏人民众的热情迎接。当天下午，司政边巴次仁出席在伯特利成人学校礼堂中举行的活动。期间，司政向《西藏简报2020》的作者迈克尔·范沃尔特教授致敬，感谢他坚定不移地支持西藏。迈克尔·范教授在致辞时强调历史变革的必然性。司政在发表讲话时介绍了美国各地藏人社区面临的挑战，并强调了明尼苏达州的周末藏语学校和西藏城镇项目等保护西藏文化的努力。当天，司政还参观了旧金山藏人社区的周末藏语学校，并与学生们进行了交流，敦促他们加深对西藏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他还强调了要批判性地参与中国关于西藏发展的叙述，并通过拉嘎运动等举措保护西藏的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司政边巴次仁在当地除了会见支持西藏人士和参观上密院基金会外，还接受了 ABC 新闻网的采访。在结束对旧金山的各项访问后，司政于12月24号圆满结束了此次对美国各地的访问。此外，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于本周四12月26号致函祝贺台湾国会西藏连线前会长洪胜汉出任台湾劳动部部长，并称赞他在担任台湾国会议员期间对西藏自由提供的坚定支持。议长在贺函中赞扬洪胜汉部长的智慧、正直和奉献精神，并着重强调了他为西藏自由事业所做的努力，包括在华盛顿参加第8届世界国会议员支持西藏大会，以及访问达兰萨拉和加强台湾和西藏人民议会之间的联系。议长最后呼吁洪胜汉部长继续支持西藏，并祝愿他在新的岗位上各项事业圆满顺利。与此同时，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40周年之际，英国上议院议员于上周四12月19号就英国政府对华政策展开了辩论。与会议员们特别讨论了有关中国在西藏、香港、台湾和南海以及东突厥斯丹的行动引发的人权和安全问题。在会议期间，由大卫·奥尔顿勋爵领导的英国议会上议院议员，包括马丁·卡拉南勋爵、史密斯男爵夫人、毕晓普勋爵和班内特男爵夫人，在辩论会议上对中国在西藏、香港、台湾和南海以及东突厥斯丹地区持续侵犯人权，以及通过海外警察局加强跨境镇压和间谍活动表示担忧。与会议员们还仔细审查了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各个方面。此外，印度国会跨党派西藏论坛联合召集人塔皮尔高议员于上周一12月16号在国会发言时，呼吁印度政府承认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制度，并授予达赖喇嘛尊者印度最高公民荣誉奖章国宝勋章，以此表彰尊者对世界和平与宗教和谐方面做出的非凡贡献。
塔皮尔高议员还强调，印度政府需要为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做出准备，并警告中国政府不要干涉西藏的宗教事务和转世制度。对此，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对卡皮尔高议员为西藏发声表示感谢。塔皮尔高议员在网络平台上分享了他的讲话，强调了维护达赖喇嘛尊者转世制度对全球的重要性，并强调了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作为和平与世界大同象征的作用。另外，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于本周三12月25号发表新闻声明，支持加拿大西藏委员会维吾尔人权倡导项目和其他20名受到中国政府制裁的人权倡导者。西藏人民议会在声明中强烈声援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和维吾尔人权倡导项目的成员，赞扬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反对中国政府犯下的暴行和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此外，声明还谴责了中国政府对这些组织和个人实施制裁的决定，并呼吁中国立即停止一切形式的跨国镇压。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代表伽马桑格于本周一12月23号致函悼念长期支持西藏自由事业的澳大利亚前部长凯文·安德鲁斯的逝世。代表伽马桑格在致给逝者遗孀的调研信中，对凯文·安德鲁斯的不幸离世表示哀悼，强调了逝者生前对西藏人民坚定不移的支持和奉献精神。逝者凯文·安德鲁斯是澳大利亚任职时间最长的联邦议员之一，曾担任国防部长和澳大利亚移民和公民事务部长等职务，同时也是西藏人民的长期挚友，曾于2017年访问达兰萨拉，并会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次汪加布阿若亚博士于近日访问了位于东京永田町的日本国会大厦，并会见了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新任主席山谷惠里子和秘书长山田弘司。期间，代表阿若亚博士与2名日本议员就12月19号日本国会工作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决议进行了讨论，并向他们通报西藏境内的局势，以及提交了美国国会通过的推动解决藏中争端法案日文译文，并规划了即将举行的活动。代表阿若亚博士还转交了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致给他们的贺函。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